位於多倫多東區唐人街嘅聖公會聖約翰堂，喺80年代尾係個蓬勃嘅華人教會。當時有大量嘅香港移民居住喺北約克、士嘉堡及密西西加市，往來教會交通諸多不便。主任牧師謝博文發證，有感傳福音嘅迫切，因而有咗植堂嘅意象。有7位認同植堂建議嘅教友就開始咗小組團契，佢哋定時祈禱，尋求上帝嘅旨意，並開始聯絡北約克、康山其他嘅教會，商議合作嘅可行性。喺布朗主教嘅幫助以及上帝嘅恩典下，我哋接觸位於 Avenue Road 同埋401公路嘅聖公會聖基督堂。該教會因為人數逐年減少，留低嘅成員決定分散到同區嘅其他教會。佢哋將聖基督堂無私嘅贈送俾我哋，希望我哋繼續拓展天國嘅事工。懷住感恩嘅心，20個熱心、充滿活力嘅家庭，係喺1991年開始咗聖基督堂新嘅一頁。第2年，謝子和牧師被任命為主任牧師。除咗每周嘅主日崇拜，亦都開始咗兒童主日學、兒童及成人合唱團、研經班、青年小組等等。聖基督堂漸漸健康成長，服務大多倫多地區嘅華人社群，並傳揚耶穌基督嘅福音。